刚来关心的是桃园机场捷运3公进前发生4型的钢条落到轨道以外，这外界是真烦恼，这捷运轨道预防侵入的措施做无周全，所以真侪议员是出面爱要求动发者的求偿。 大楼建案到我近铁轨路边，桃园机场捷运3公前发生2米4型钢条落地铁轨路的事件，造成13列车延误，影响3500名乘客。劳检单位去劳检了后，初步确认，模型成型帮是为建案悬的工地防震网开隧所在飞出去，落地机械铁轨路上。那负责建案的东营营造过去都捌发生落落来的钢管下趟轿车的前区，工地捌互劳检裁罚126万，议员要求严正管范。制造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建材，所以对于这种有黑历史、有不良记录的营建厂商，应该要从严审查、从重就责。这次事件再次到场稽查，发现仍有10多项缺失尚未改善。在礼拜6被勒令停工之后，礼拜天我们接受到民众检举，仍然有工人穿梭工地，疑似有复工的情形。 代志发生了后，监管处下令工地停工，裁处27万个限期改善，多只公司也会讨赔66万损害。劳动局表示，机械因素有48个建案，位置汤市都有30个，会伫2礼拜内完成稽查。桃园劳检处将于近期针对捷运沿线工程做专案稽查，若查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令规定，依法可处新台币3万至30万元罚款。 去年5月中正发生刑法法吊手坠落事件，造成致死14伤。桃园机捷阁发生4型钢条坠落桃园机场捷运铁轨路，造成系统跳电，甲列车停驶。外界烦恼国内铁轨路运输防清洁措施犹原无够周全。政府建议中央修法，使用塔吊式机械作业，爱惜监视设备。发生重大事件，以供电规模、甲违规记录提悬裁罚金加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